嫣然，别胡闹了！儿子，儿子，纳兰嫣然。 3年之后，我会再上云岚宗挑战你。到时候，你们对萧家的侮辱，我会一模一样的全部还给你们。记住了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莫欺少。 莫欺少年穷。一定会让他们还回来的。这是纳兰家的独门伤药，你给萧叔叔带去。 听说你得了冠军，这是给你做的，送给你。后悔了吗？你是谁？自然是萧家人。我跟萧家的关系已经了结。若萧家要出来说话，也轮不到你吧？你想退婚，不过是觉得萧炎是个废物，配不上你这个千金大小姐。他9岁的时候就有9段斗之气，你呢？ 他能在7年之前创造奇迹，今后的日子，你凭什么认为他不能再翻身呢？我跟萧炎已定下3年之约，3年之后，他若将我打赢，我便给他为奴为婢。3年之约里面没有你吧？闪开！
不要以为有云岚宗给你们纳兰家撑腰，便可横行无忌。斗气大陆很大很大，比云岚宗强的有很多，你会后悔的。吃了，什么我就吃了？我还能给你毒药啊，治内伤的。气死我了！等我厉害了，我每天让纳兰嫣然吃纸娃。你们女孩子家说什么话呢？这要让爹听见了又该骂你了，不怕以后嫁不出去啊？我可不嫁人，我正准备跟爹说呢，我不学斗气了，我要在药铺学打算盘。你说什么？你想啊，我一个人学斗气多无聊。你怎么会是一个人呢？不是还有很多练武的子弟吗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呢在药铺学打算盘，你呢炸药草，这样我们每天都可以在一起了，跟他们学斗气。别逞强，你斗不过他的。
醒了，我死了，死了，都让龙蝎扎成筛子了，再不死也说不过去。那我岂不是得跟您一样一直待在这儿了？跟我待在这儿有什么不好？我可以教你斗气吗？我死都死了，我还学什么斗气啊？我就想教你，怎么样啊？我感觉我没死啊。你小子发达了，这么满满一大池的筑基灵液，外面人看到眼珠子都要掉下来。只有我老人家会对你这么好。这些都是筑基灵液。嗯。你呢，休息一下，等一下磕头行拜师礼。我呢，就勉为其难，指点你一下。我不要拜你为师。为什么？我都答应教你了，你磕个头很难吗？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人想拜我为师啊？我知道啊，可是，一旦拜了你为师，那我一见到你就得给你磕头作揖，这种事儿我可不做。那我没有师徒关系，我又教你，我们两个算什么？算合伙。合伙？对啊，你想想，你传我斗技和功法，我呢帮你报仇，你出技术，我出人，咱俩是绝对公平的关系，怎么样？你爹把你搁药铺还真是搁对了，做买卖是一把好手。本来就是，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？在。但是如果你学艺不精，玷污师门，那我岂不是要跟着丢人？所以，咱们把话说清楚。学斗气这件事，你得听我的，不许顶嘴，不许反抗。我该打打，该骂骂。你要是抵受不住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绝不后悔。我们萧家一向都是诚信待人，一诺千金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人的根在哪儿？根脚下。开口就错。一般人的根在下，修行者的根在上，虚空之处。你把意念集中在这儿，让筑基灵液灌满你的全身。怎么灌啊？闭嘴，好好练吧。废话真多。石爷爷，我一定会练成的。斗气大陆一共有23种力量，都是斗帝的精气所化，散布在23个不同的地方。我的异火叫古灵冷火，就是其中的一种。怎么样，想学吗？想学啊，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天赋。怎么看？试着把你的斗之气集中在右手的手指指尖。我烫死我了！有一点点天赋。我也可以变火。8级崩，玄阶高级。这套斗技入门容易，但随着斗气的提升，甚至可以和地阶斗技相抗衡。8级崩，暗含8种暗力，8重叠加。
威力不可思议。萧炎，你怎么搞的？一桶水都看不住，赶紧擦干净。哎，我说萧炎，听说最近你在偷学五行拳，怎么样？比试比试？没完没了是不是？有本事找魂殿打去啊！哎，我说萧炎，总指望让女孩保护你，是不是太窝囊了？萧炎哥哥，别听他胡说八道。没事的，铜本就是我自己打翻的。聚灵草水没了，我回店里再泡。萧炎哥哥，我和你一起去。我也跟你一起去。没事儿，练你的。每次就差这一点点。不要那么贪心，这么一点点抵得上外面很多年了。我听说血灵虫对练功有奇效，是吧？这我知道，但怕你抵受不住。来吧。血灵虫可以快速打通经脉，筑基灵液可以提升斗之气的等级，而聚气散可以帮助气血凝结。3种搭配使用，助你早日成为斗者。血灵虫一旦开始使用，不可中途停止修炼。穿过的时候，有如万箭穿心，烈火烧身。一旦开始使用，中途不可以停止修炼。否则虫子停留在你身体里，把你内脏吃光，那你就没命了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疼啊！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仔细想一想，像你这样一直动，虫子会把你内脏吃光的。我回去睡觉了，一宿宿陪你练，对我身体不好。这样，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收敛心神，物我两忘。修炼心神，物我两忘。睡了多久？一呼一吸，一呼一吸。是啊，纳戒里的时间流动要比外面慢。你想，
我在这里沉睡100年，对你来说却只有7年。7年了，我终于成斗者了。喂，要不要试一试？好，臭小子，果然有天赋。请，请，请。今年是考生的大比之年，迦南学院的3位长老特意到我们萧家斗技馆来看望大家，这是我们萧家的荣幸。我来给大家一一介绍啊。迦南学院的长老星陨阁现任阁主韩风先生，迦南学院的长老葛叶先生，迦南学院的导师若琳。见过3位导师。我们萧家呢一直遵循古训，只教授斗之气和5行拳。等他们真正的考上了迦南学院，成为一名斗者的时候，我们萧家的斗技阁呢才向他们开放，按照他们个人的爱好和习惯去学习斗技功法。如果现在就学斗技功法，将来恐怕是会花拳绣腿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萧组长说的在理啊，我们这一路招生过来，看了太多的孩子，他们年纪小小的，父母就给他们购买了一批斗技功法，结果基本功练得不扎实，还练了一身坏毛病，将来恐怕都很难再教了。萧组长，请问你的儿子哪儿去了？我可听说他是乌坦城很有名的天才少年呢。啊，我那个儿子花拳绣腿，很不争气，这么多年，斗之气倒退了不少。我看他不是这个材料，所以就让他到药铺当个学徒。好，那个萧炎，见过3位长老。见过3位长老。长得真的像古师姐。你不知道，我跟你娘韩长老啊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看见她想起故人来了。筋骨是软了一些。各位长老，我们到前面看看。好，来。
恐怕你这小伙计当不久了。怎么了？你要想办法考进迦南学院。我是想考进迦南学院，可是为什么突然这么说？因为我没想到韩风也进了迦南学院。韩风，我娘的那个师弟。当年魂殿决战，真正背叛队伍、重伤我的就是他。害死我娘，害死你的人就是他。快跑！快跑！快！要不是我让你娘先把星宇阁的宝藏搬进来，那些斗技功法落在他的手上，那可真是助纣为虐。他现在已经是星宇阁的阁主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宝藏，找到我。那我们不是更应该离他远一点吗？要是进了迦南学院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替我报仇，替你娘报仇，见到仇人就躲，那我们还报什么仇？我不知道韩风后面要干嘛。他进迦南学院是奉了魂殿什么命令？又想怎么对付五大家族？如果你不接近他，那我们怎么知道？可是我现在才刚刚进阶，怎么考？把你的八极崩练成，够你用的。行礼。听说这小子已经荒废7年了，跑到药铺里铡草去了。萧家为了充数，送个人肉布袋给你打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准备。开始！萧炎胜。萧炎哥哥真棒！少爷，现在3个赛场所有的晋级名单已出，开始进入第2轮学院排名赛。只要打进前15名的子弟，均可获得进入迦南学院学习的资格。下一场，萧炎对纳兰嫣然。
族长，纳兰嫣然是云岚宗的内院弟子，据说已经晋升为斗者，斗气星级最高。哎，这不明摆着是不想让我们萧家人赢吗？族长，这纳兰杰一定是在搞鬼呀！先前在订婚宴上就羞辱我们萧家，现在这分明是让萧炎去送死嘛！你打不赢他。纳兰嫣然，订婚宴那天要不是我不在，也轮不到你欺负萧炎哥哥。这是我跟萧炎的事，这一场该我跟萧炎打。规则上说了，进了前15名就可以进迦南学院。我也姓萧，我也想进迦南学院，我为什么不能上来啊？来啊！纳兰嫣然，别在这装好人了，萧家不会领你的情的。嫣然，别忘了你自己是谁。萧炎哥哥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，萧炎？来，少爷。大笨蛋，你替我扛什么？没事的，萱儿，我要疗伤，你帮我护法。嗯。下一场，云岚宗云震对萧家萧可。慢点，慢点。最后一场排名赛开始，云岚宗云震对阵萧家子弟。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萧家还有没有人了？哎，萧炎。这不可能！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受了这么重的伤，通过自我疗伤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，而且斗之气还这么高。云震是我云岚宗的5星斗者，他绝不可能输给这个斗之气只有3段的小子。此次结果，我看有误。除非有一种可能，就是用了违禁的药物。安静！大家安静！萧炎，你的斗气突增，绝非常态。你告诉我们，你是不是私底下用了什么禁药了？
测了他的斗气，就知道了。测他的斗气，测斗气。 你们4个得到了迦南学院的入学资格。按照萧家的传统，给你们开放斗技阁。每一个功法和斗技的卷轴，由高到低分别为天地玄黄4个级别，被不同的封印保护起来。你们要用自己的能力打开封印。你们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级别越高，它的威力就越大。 封印的反制力量越危险，如果攻不破的话，只有空手而归了。笑。玄阶斗技，乖乖，这也太厉害了！ 玄阶高级斗技厌反击。仙人哥哥，这个斗技我们都可以学。这是你的斗技。你以为打开斗技阁的封印都这么简单吗？进来前，爹告诉我解开封印的方法。他说，这算是送我的一个礼物。既然是爹给你的，那你就好好收着吧。我自己的斗技呢，我自己会去争取。 没事吧？啊！来，怎么样？卷轴拿到了吗？爹，仙人哥哥还在里面吗？是啊。 大佬，只剩半炷香时间了，到底在哪儿啊？就是这里。
3000雷动，地阶中级。药老，你让我死啊！其他的收藏不值得我们费力气。这还只是一个残卷，有这么厉害？3000雷动，天阶斗技，900年前由风雷阁祖师所创，一直是镇阁之宝。后来，风雷阁被加玛帝国雇佣，对抗上古邪恶势力血宗，拼到你死我活，同归于尽。这3000雷动就被抢去了一半。本来以为这番权力风云流散，没想到却在你们萧家手里。这次遇上，无论如何都要拿下。就算因为残破被当作地阶斗技，那也是相当难得的宝。还有，我知道另外一半的下落。好，既然这么珍贵，就听你的了。这个臭小子胆子真大，地界斗技他也敢碰。哼！够狠的呀！还记得我教你测试炼药的方法吗？你是说凝聚斗气，生出斗气之火？封印之火是高手灌注斗气后所化。现在你试着把它反过来想，把你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巨大的空洞，双手就是你唯一的入口。集中精神，试着把火焰吸入你的身体。这个就是吸字诀。疼！药老，金冠期，我来化解。没问题。醒了。星儿，你再晚点出来，就变成烤猪了。卷轴被爹拿走了，他是怕你伤心。怎么了？那卷轴只有一半，你出来的时候脸黑乎乎的，头发衣服都烧着了。萧宁那帮人啊，笑得肚皮都快笑破了。笑呗，一半就一半，我乐意。我跟你关系不错吧？说，你斗气哪儿学的？我爹教你的？不会啊，他每天打算盘打到半夜。那谁教你的？哎，你们每天在斗技馆学，我也有在看啊。我每天在斗技馆学，也没有见过这么大五行拳的呀。再说你这么短时间长那么多级斗气，谁先教你的呀？恭喜小组长啊！恭喜恭喜，大喜呀！这边请，来这边这边，小组长，恭喜恭喜！来来，这边请。哎，这边坐，这边坐，请坐，请坐。萧炎，你就以茶代酒，敬纳兰爷一杯。
以后做了孙女婿更要孝敬。是。爷爷，这杯酒我敬您。爷爷，这杯酒我敬您。爷爷，这杯酒我敬您。萧炎，等爷爷把话说完，再喝这杯酒也不迟嘛。纳兰家没落了。纳兰族长，您不用说这样的话。今天大喜的日子，只要我们两家能够团结一心。萧老弟，纳兰家没落了。今年我79，老了。嫣然的父辈没有成事的人才，我只有这么一个孙女，她还算有成才的资质。7年前远征魂殿，派出的所有的精英斗者，可都没有回来。我的一个儿子也成了残废。偌大的世家，满眼看去，其实只是一个空壳。想起将来要面对的危险，我夜不能寐呀，萧老弟。5大家族，既要团结，又要自保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的小孙女嫣然，她是纳兰家最后的希望，她要找一个更好的依靠，她不能嫁给萧炎。这怎么说法？就是这太不像话了！哪有这么死理啊？萧家的彩礼我10倍奉还。今日的宴会不是订婚宴，是结盟宴。从今以后，萧家的一草一木都由纳兰家来保护。要是谁跟萧家过不去，我纳兰杰第一个不放过他。老爷子位高权重，对朋友有这份担当，实属难得呀。这个是婚约，给老夫一点面子，收回吧。萧叔叔，悔婚这种事情，总得有人来承担责任。若不是为了保全萧家颜面，我爷爷便会强行退婚。萧炎，你若为了保全萧家颜面，我们便定下3年之约。3年之后，你来云岚宗挑战，你若赢了我，我便给你为奴为婢。
不用3年。纳兰嫣然，本少爷已经对你提不起半点兴趣。看来这订婚宴的酒是没有人会喝了。也罢，那就请大家喝一杯休妻宴的酒吧。是萧家看不上纳兰家。爷爷，您请便吧。萧炎，你给爷爷解释解释，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字念作休，因为这份婚约，所以嫣然是我的妻子。但是现在多了这个休字，所以她以后不是了。还没出嫁，怎么谈得上休？这门婚事是我爷爷定的，这份婚约上也有您的签名。从小我爹娘就送了聘礼，这上面还有我和嫣然的8字，这怎么能叫做没嫁呢？这个字，小子，你想毁了嫣然？是你们先开口侮辱萧家，你把这纸给我吃了！萧炎，快给族长道歉！族长！石爷爷，石爷爷，石爷爷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喝了这些酒，你屁股要挨打的。屁股早就被打出老茧了，再打一次也无所谓了。喝吧，就当我请你的。你现在什么境界？斗之气3段。3年，就算给你30年，你再去找纳兰家那个女娃娃也是白给。人家拜了云山当老师，那你想3年后会是什么成色？我都知道。我想不知道也不行啊。那些难听的话，像锥子一样往耳朵里扎，捡实了。纳兰杰那个老东西，势利眼又小心眼。如果我还活着，我去喝你一杯喜酒，就算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说半句退婚。行了，你也别横了。而且，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。我这个订婚宴呢，真是丢人他娘，给丢人开门。怎么说？丢人到家了呗？你还行啊，受了这么大打击，还能在那边嬉皮笑脸。那不然呢？我难道就应该每天以泪洗面，痛不欲生吗？那我还不如在这找根绳子，吊死得了。斗之气人人都有，但要凝结成气旋，化成斗气，才能做斗者。所以斗技和斗之气是不分表里的。像你这样一个人瞎练，有天遇到真正的斗者，还是要吃亏的。未必。我这段时间为了给你偷酒，天天都被人打好几顿。我再不练壮点儿，说不定哪天身子就被打废了。觉得我占了你便宜是吧？去，找几味药草来，紫叶兰草、洗骨花，还有木细魔精。要干嘛？
废话少说，去拿过来。不是，你说的那些，在加玛帝国里可都是顶级的药材，我上哪儿找啊？这个是异火，异火。你别学这个，很多人来抢的。天底下坏人很多。这是筑基灵液，拿去卖个好价钱，够我喝1年酒。爹，跟我来。为什么杀他？最近他一直在赌钱，输了100多万。我查过他，确实被魂殿收买了，只是个小人物。萧家有多少内奸我不知道，也没查过。萧家尚且如此，其他家族也应该是如此吧。我在想，魂灭生不用大举进攻，分化瓦解就可以扳倒我们。来，今天我在拍卖场找到了一个好东西——筑基灵液。你在练斗之气的时候，擦在皮肤上2滴，用斗之气慢慢把它吸收了，这样你的功夫就会提升更快。这一小瓶能够提升2个段位。您不是说我不是那块材料吗？乌坦城萧家唯一的继承人，你不是，那谁是啊？修行就像爬山，有高就有低。我和你娘都觉得你的天分比我好，但是怕你进步太快会狂躁。经过这次锻炼呢，一定会有一个新的认识。根扎得越深，树就长得越大。爹，我想回去学斗之气。一个药铺伙计尚且都可以成为魂殿的奸细，藏在这儿比较安全。那天啊，我问小六子，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想娶豆豆。这么没出息，我就问另外一个弟子，结果他说他也想娶豆豆。
那我想，我青允阁总要出一个炼药师吧。于是呢，我就问了你娘。你娘说，她要当个炼药师。我就想，还好，我青允阁至少出了一个炼药师。结果你娘瞪着我的眼睛说：“师傅，我的小名就叫豆豆。”豆豆。这个小名连我都不知道。萧家跟青允阁关系其实本来不错，但后来翻脸，这事情跟你脱不了干系。跟我有什么？你娘的个性爽朗明快，一点都不像大小姐。错的事情马上承认，对的事情马上去做。但自从她嫁给你爹之后，就不在我青允阁学习了。其实，在我心中，她才是我最疼爱的弟子。我对她的期望最深，欠她最多。我想，她在地底下也会怨我吧。不会的。我娘走之前，非常的平静。她把那戒交给我，嘱咐我要保护好它。我爹说他心愿已了，死而无憾了。如果有一天有人要来杀你，或是要抢走这个戒指，我会跟我娘一样，拼上性命也要保护你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因为这是我娘的意思。所以你不要担心什么教不教我斗气的事情，其实没差别。那如果我真的不教你，你会不会恨我？当然会，不过不会那么恨了。比起恨来，我更加妒忌你。妒忌我？是。我跟我娘在一起的绝大多数时光，都是在我9岁前的那几年，而你却能跟她在一起那么多年。这段时间我睡不着的时候，就会拼命地回想我娘的事情，因为时间太久了，我都快忘记了。不是我不教你，你也要替我想一下，我怕教了你功夫，你就要去报仇。我知道，你呢就在那戒里面吹吹风、喝喝酒，没事的话呢多损我几句，反正斗气我是肯定要学的。没有您，我不能什么都不干啊，是吧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没有张屠夫，还不能吃连毛猪了。哎，小子，讲话越来越难听了啊！行行，我不说了，反正生也好，死也罢，我都不会像你这样。我什么样？说了你会生气的。我没那么容易生气。没事就躲在那戒里喝酒，自暴自弃。平时呢，还特别喜欢吹牛皮。
而事实就是其实什么都做不了。看你现在这个怂样，你确定你曾经是天下第一的炼药师？哎，你说过你不生气的。小子，你是不是真的想学斗气啊？那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？这里面有一只2阶魔兽龙签，你用青灵草的烟把它熏出来，杀了。如果你能做到，我就教你斗气。话还没说完，2阶龙蝎就算是专门猎捕魔兽的佣兵团，也要好几个人联手猎捕。要是你害怕了，可以向我求救，但以后呢，就别再缠着我教你斗气。你不开口的话，我可是不会动手的啊！给你一个忠告，命是你自己的，别勉强。要是死了到地底下，记得千万别跟你娘告状啊！